真，万物生息不过一瞬。人下放纵，快意风流，铭记的刹那已是永恒。见天地宽，见山海远，今生只因你相伴。问声问仙，问道问缘，缘聚缘散一场欢。天涯漫漫人翱翔，天若有情天亦老。不恋那过往，不怕如流刀，一壶醉我你身旁。人间茫茫随我闯，江湖聚散两相忘。永生太久长，永恒不重要，只想看到你的笑。方清雪，你年纪轻轻便踏入神通秘境，晋升为我羽化门真传弟子，说明你仙缘深重。但望你继续苦修，早日提升境界，我便将这羽化飞升经传授于你。弟子谨遵掌教教诲，定当刻苦修炼，为我羽化门拓江四海。我将紫电锋赠予你做行宫，旁人不敢轻扰，你可在此安心修炼。谢过掌教，弟子还有一事相求。讲。弟子恳请返家一趟，一是向家父道喜辞别，二是点选家奴入住此殿，烧火看丹，喂养灵兽，好助我专心修炼。望掌教准许。准了。为官有9品18级，而我们修炼肉身也是如此。肉身修炼分10重，这前3重分别是养生、炼力和招式境。你出来攻击我！弟子2重炼力境，斗胆献丑挑战师傅。这4重刚柔，5重神力，6重气息和7重内壮境，常人则难以触达。能修炼到神力境的人，基本上算是个人物了。方才我那一肘，就只用到5重神力境的力道。如若我用8重神勇境的力道出击，你定当场毙命。谢师傅赐教。这8重再往上，则是9重通灵，10重神变。为师至今还未能突破通灵境，倘若肉身练到10重神变境，五马不能分气势。啊？这五马不能分气势是吗？五马不能分，肉身真能达到这种程度？你们以为肉身10重就是极限？
不，这才是开始。肉身境上面还有神通秘境。神通产生自脑海，这种神秘力量也叫做法力。正所谓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。只有肉身达到极限强大，才能鼓动心脉，将心血输送至脑海，从而刺激出法力。如若肉身不强，心脉就会不振，脑海得不到充足心血供养，神通法力也自然成了无源之水。只有踏入神通秘境，才能摆脱肉身的束缚，御控水火，凌空虚度，飞剑杀人，成仙成神。神通秘境。如若有人修炼到神通秘境，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方家家主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我的，二叔说的不错。哦，二小姐，给二小姐请安。你们都听着，因为你们都是方家子弟，才有资格进入内院习武，而那些家丁奴仆是一辈子也没有这样资格的，所以你们必须加倍努力。只要你们修有所成，荣华富贵、加官进爵，我龙渊省方家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二小姐劳神教导你们，还不告谢？谨遵二小姐之命，吾等必定刻苦修炼。总有一天，我也要靠苦练，摆脱这奴仆身份。二小姐，您还要外出打猎，给大小姐准备迎归晚宴不是？可别给耽误喽。打猎？没人跟我说啊！糟了，千灵兄我还没喂呢。方才雨华山那边传来一个口信儿，让你今夜务必在龙源河截住闯入古墓的贼人。袁剑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回京师兄，大师兄唤我这内门弟子前来，只是办一些琐事，自然不能与您同日而语。日后若有用得到在下之处，金师兄尽管吩咐。算你识相。啊，见过大师兄。今日唤你前来，是为寻宝。本座得知，那群星门的白海禅在黄泉古墓中寻得了2件魔门宝物，一件是9窍金丹，另一件则是蛟伏黄泉图。啊！此图蕴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可令魔门死灰复燃，故必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那白海禅如今已逃至龙渊，你去将那图寻来于我。此事不可说与他人。去吧。是。该死的狗奴才！明知道二小姐要打猎，还敢耽误主子用马，该当何罪？可是根本就没人跟我还敢狡辩，罪加一等。让我来。儿啊，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摆脱掉奴仆身份，导致你一出生就是个奴仆。
是爹害了你呀！爹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儿啊，你要记住，宁做乞丐，不为人奴。起来，跪好！我做事赏罚分明，你今天失职了，那就要抽你鞭子。不过这千里雪你养的倒是不错，应该是你平时从不克扣马粮，这我倒是要赏你。给，拿去吧。挨几鞭子还能换银子，算是便宜你了。还不快显！谢二小姐赏的银子。声音太小，二小姐听不见。谢二小姐赏的银子。哼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您真是善人呐！哼，像这样的硬骨头奴才，要他听话，不过4个字：恩威并施。如何施恩，如何施威，这其中的火候把握好就行了。记住了吗？哎呀，二小姐贤明，此言说的极是呀。在下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二小姐慢走。你小子平时不是挺横的吗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这是方清雪大小姐的飞鹤传书。大小姐已突破肉身10重，踏入神通秘境，升为羽化门真传弟子。与此同时，皇帝封赏的圣旨也已在路上了。你们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来！今天我们必须要把大小姐的迎归大典操办好，不可再有任何疏漏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方总管。是。走。方清微尚如此跋扈，他姐姐方清雪更是羽化门的真传弟子，定会更加骄横霸道。我羽化门72万外门弟子，3600内门弟子，108真传弟子，现已交由你大师兄华天都代管。你当与其他真传弟子配合他，同正我仙门之风。弟子谨遵师命。大师兄，那龙渊是方家的下属，且方清雪刚晋升为真传弟子，正是为门派立功的好时机啊。可为何连内门袁剑空都传了，却不传方清雪来？在下愚钝，忘了他是不知廉耻之人，竟与那魔帅……唉，也怪那掌教只重修为，无视门风，这样下去，必酿成大祸呀！不错，我羽化门岂能与魔派有勾连？掌教已将门风整肃交于我手，要为仙道清理门户，重振门风。凡是与魔派有勾连之人，我必严惩不贷。大师兄所言极是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哈哈哈哈！白海禅老儿，你这是要往哪里逃啊？何方邪祟，在此装神弄鬼，还不快快现身！白毛老儿，休得猖狂！我乃龙渊方家，据灵手，方泽山师也。
螳臂当车。尔等鼠辈，不过是方家的一只护院犬，也想拦我？拦的就是你！哼！识趣的就滚开！白海禅，你休要占口舌之快。今日你落到我手上，就是龙渊方家的天元。快把交付黄泉图和九窍金丹交出来，我方泽山岂可饶你一命？是吗？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松鹤万寿拳，真是大言不惭！你这小儿，不过区区肉身，八重神勇境而已。白毛老儿看招，恶无长空！原来你已经是肉身十重神变境了，没想到吧？找死！肉身十重，五马不能分其尸。就凭你的鹤腿，别想扭断我的筋骨，还差着远呢！儿啊，要记住，宁做乞丐，不为人。我方寒对龙渊河发誓，定要出人头地。无知小儿，死在我的乌纱轮下，也算是你的福气。白海禅，你是欺我方家无人吗？方清雪，法力。方清雪，你竟然已经踏入神通秘境！二叔，剩下的事都交给我吧。是，大小姐。白海禅，既然你已经知晓我踏入神通秘境，为何还做此无谓之举？方清雪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你虽已达肉身10级，但想要突破神通，那是比登天还难。神通秘境，一步踏入，就是天人之隔。哼！既然你如此妄自尊大，今日就让你尝尝苦头。你，老子跟你拼了！黄泉图，不杀，俱焚烧！
紫电阴雷刀。原来这交付黄泉图真的不能沾染法力，得了我的法力驱动，它就觉醒出一丝力量来。不愧是一件蕴含着极大神秘的上古奇珍。落下时漫漫的时光，花雨飘，拥有你未曾离开的模样，有点遗憾。那时的我们都不够勇敢，都等着对方先开口讲。你是否会想起一抹红色的温暖？大漠中见雨下，少年已变得勇敢。握你的手，却没有回头看我的目光。你爱着他，我早就知道啊。舍不得我的月光，我将回到初次相遇的山脚，千万年轮回的寻找，永生的你会不会想？舍不得再回头望，今生是谁陪伴在你的身旁，等待我的脚步，赶上你的肩膀。